中国当局继续实施和宣传强迫劳动。据阿克苏新闻网报道，2月8日，阿克苏地区召开农村450劳动力在农业实体稳定就业监工动员部署会议。报道称，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要求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强化组织领导，强化责任落实，加强宣传引导，持续改进作风，以钉钉子精神抓重点、攻难点，确保农村450劳动力在农业实体稳定就业工作取得实效。多年来，中国当局以剩余就业和稳定就业的名义，以比较低的成本将成千上万的维吾尔族青年安置在东突厥散境内外的工厂。这次40-50岁人员成为强迫劳动目标。土耳其维吾尔人在开塞利举行示威，抗议中国在东突厥散的集中营和种族灭绝，遭到警方干预。参加活动的一个维吾尔小女孩的哭声震撼了人心。她说，她是父母被中国当局带到集中营的成千上万的孩子之一。她向伊斯兰和突厥世界的领导人发出良心呼吁，要求他们帮助被压迫的维吾尔兄弟。当警察试图带走该姑娘时，受到了周边群众的强烈反对。白宫星期六发表声明，呼吁中国公开武汉病毒爆发初期的数据，称白宫对世卫疫情调查的初步结果深表关切，也对达成调查结论的过程有疑问。中国回击了白宫的声明。中国驻美国大使馆网站发言人指责美国近年来的所作所为极大地损害了包括世卫组织在内的多边机制，极大妨碍了抗疫国际合作。白宫国安顾问沙利文在声明中表示，这项调查报告必须具独立性，专家调查结果不应受到中国政府干预或改动。他又强调，中国必须提供疫情的最初期数据，协助了解这场疫情，并为下次大流行做好准备。世界卫生组织调查组一些成员星期六表示，中国拒绝提供调查组要求的所有数据。美国斯坦福大学一个研究小组指出，美国语音应用 Clubhouse 出现安全漏洞，可能导致中国政府容易获取用户数据。据公开资料显示， Clubhouse 是一款主打即时性的音频社交软件，在2020年4月上线，总市值拉升至近100亿美元。斯坦福大学网络观测平台上周五在网站上发布报告称，一家提供实时音视频互动软件总部设在上海的企业声网为 Clubhouse 提供后端基础架构，而声网可能有访问用户语音原始数据的权限，也可能让中国政府获取这些数据。过去一周，透过邀请才能注册的美国语音社交软件 Clubhouse 上出现大量的中国用户，而软件上过去几日也出现许多中国大陆、香港、台湾与居住在各地的维吾尔用户讨论这些敏感话题的俱乐部。土耳其当局表示，近日在伊拉克北部的对非法组织库尔德工人党发起军事行动，有13名被绑架的土耳其人遭到对方在一个洞穴中处决，其中包括军人和警察。土耳其官员星期日发布声明说，安卡拉为了保护边界，10日在伊拉克北部的加纳地区对库尔德工人党发起军事行动，并发现先前遭到绑架的土耳其人。土耳其马拉蒂亚省长发表声明表示，根据马拉蒂亚法医研究所的检察官和法医专家进行的尸检结果，遭到撕票的土耳其人质有12人头部中弹，另1人肩膀中枪，其中10个人的身份已被确定。